大家好，我係 JC。好啦，今日嚟呢個樓教學啦，建築教學。因為第一集反應良好啊，先出第二集啦。好啦，我哋今集就嚟起樓計式啊。好啦，材料有紅石啦、石英啦、煤炭啦、金磚啦、綠寶石磚、鑽石磚、土色冇啊，因為揾唔到呢啲磚。都係顏色問題，你睇我嗰粒色點啊點啊。我一種 block 先，求其啲攞嚟啦。好，咁咪跟住底用黑色啦，嚟用咁樣為之一格。應該都要分開幾 part 啫，因為樓計式嘅話又唔係話易起啊。一直咁樣起9格，因為樓計式啦，正常係一面有9格嘅。我諗下樓計式先。呢邊就用黃色。
我呢邊整好啦。都唔知似唔似啊，有啲驚添。希望順利完成啦，因為我都係自己起咗一次啦，嗰次又起咗成幾粒鐘啦，因為諗唔到嗰粒色個樣係點啊嘛。完之後呢，平時起屋就冇問題嘅，但係起呢啲亦都係一時心血來潮先諗住拍啦。仲有一格。起埋呢邊，咁拍就完啦。我諗咧，之後個假啲會好搞翻掂少少咯。依1、2、3、4面啦，就起好啦。一陣間仲有2面啊。好啦，咁下次再見啦，拜拜，去食嘢啦。